會唔會喺好多方面都覺得自己棘住咗，停滯不前？仲有位其實就係講緊你長期有一個問題忽略咗。咁我最近其實都有好多位棘住㗎，譬如拍片啦，我自己嘅呢條創業路啦，對於財務錢銀方面啦，對於自己嘅時間管理啦，好多方面都係棘住嘅。譬如時間咁啦，以往我都係好容易將其他人嘅需求擺咗喺最先，冇擺自己為最優先，然後就忽略咗自己嘅休息時間、自己嘅工作時間，永遠就覺得時間唔夠用。譬如金錢方面，其實依家呢一刻因為要創業啦，我冇一個收入啦，我更加係需要面對要好小心地留意住自己個 cash flow。曾經睇過 Angelina Jolie 嘅一個 advice，就係講當你遇到任何嘅困難、任何嘅困境嘅時候 ，just walk right through it 嘅意思就係你必須要面對，唔可以逃避，正面地審視你而家呢一刻問題，穿過佢，唔可以逃避，直接喺你卡住嘅位克服佢而穿過佢，呢一個係唯一嘅辦法，亦都係最恐怖嘅方法。但係一旦你克服咗一路未解決到嘅問題，你嘅人生就唔會再被呢一個問題困擾住。正所謂好多人都話，當你未學到一樣嘢嘅時候，個宇宙或者個世界就會重複地俾同樣嘅難題你，令到你直接學成咗，真係可以完善地解決到呢個問題嘅時候，佢先至唔會再喺你嘅人生出現。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有呢一個勇氣，認清到自己嘅問題喺邊度，而同我一齊 walk through it。